哎呦，今仔足欢喜的，今仔拢哦天气遮尔好，就是好日子啦。阮阿兄哦，伫咧都市发展哦，人今仔要转来庄卡看我咧，我特别买这个进口票票食，泡一个烧茶互伊喝，伊定会足满意，后盖足接来的。妈妈，水滚啊！哦，水滚来哦，来啊来啊！一个是可把天天看的子。我看看哦，一颗壳滚暖暖，要几斤啊？哎呦喂啊！你这是干哪呢哈？这个进口的饼呢？我要买我奶奶这你敢食了了哈？食到无啦，我无食啦。佮无食，现现客仔就伫你的手诶，物件拢无去，佮无食，你这又紧啊又紧啊，你食要死，食要死，食要死！妈妈，紧出来啦，妈妈。哎呦喂啊，心肝棍啊，你是安怎妈啦？妈，若无食饼，阿姨啊讲我有正硬讲吐吐啦。啥物啊？甲你吐？来，我来。哎，我问你啊，阮囝当时甲你食饼，你现在甲阮囝吐啊？吐啊？哦，啊你这个查某你甲我吐，我无甲你吐，你出口啦！你真奇怪啊你嘿！有影食月饼？我无食。无食，你啥要不啦？哈，无食，规庄啊拢知影恁棍啊上妖鬼啦，上爱人偷食物件，啥物人毋知影？你看这口啊拢伫个手下无，佮无食。阿娇。哈？阿娇。哈，哎呀，你来啊遐！一日来就看你咧吵吵闹闹，什么代志啦？哎呦，你都。本先生，你来啦！我讲互你听啦，当阮囝讲无影无食，甲食饼啦，当伊哦白菜啦，无影无食啦，哎呦，你又讲白菜，你又暴食哦，阮囝当时甲你食饼哈。佮讲无，你这查某是怎？佮替恁囝变，迄口你看，哦好啦，小妹啊，啊个囡仔食一个饼嘛无算到对，对唔对？安尼气噗噗啊呢？啊无啦，阿兄你都唔知我玩天子那么讲出来，阿姑你来哦。妈妈，你今日要这饼好食，这款饼我爱食。好，凶手抓到啊吼，证据
抢婚啊吼！等恁囝家己食饼，讲阮囝食啦啊！好，小妹啊，你甲看卖，这个场面就你唔对。你的囡仔个性吼，我有太了解了。做阿姑的人吼，自于细汉看会较大汉，莫讲偷摕饼啦。迄我咧困中昼，裤跳咧饼顶，就甲偷摕钱哦。讲倒转来，伊嘛无甲你偷食，啊你硬要无落伊。你叫这啥物？你知唔知？这叫做吼白白报，就免你甲乌啦。啊，应该妈妈去用咩？又是一样。